形容这会讲，等一下因为切牛片呢，肉等一下卡是前哦，我有先打预防针哦。呀呀啦，钻死甜，你香吗？又不中，我很先挑哦。那是什么？别，妈妈吃，妈妈吃，妈妈。我没有什么评分标准，他不准。你看圈动候选。知道。我媽多將燉卜菜肉。今天去上班有幸福吗？有幸福哦，你很厉害呢，很会讲话又很会做菜。当然比你厉害啊！他他还推师傅像巴迪巴迪这样。你们爱唐英讲哦，假设会剑爬该竹笋会重复哦，做在加染啊，干嘛东西就会吸它的那个苦味，是吗？还是你把苦味吸掉？我没办法，再怎么吸都没办法这么甜。哦，也是啊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嘅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今日也來到台中嘅田義宮呀，導演很開心能夠邀請到我們的洪明峰洪主委，今天呢跟我們一起來開場。主委，請問一下，我們現在在台中的市中心哦，那這個天義宮呢，都在這邊也是保佑這邊的信眾朋友，可以請這個主委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天義宮的歷史嗎？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一家之主到天義宮來入住這個節目哈，我本人代表天義宮管理委員會哈，向各位同仁哈，非常的歡迎。那天義宮是主神就是玉皇大帝、神龍大帝哈、觀世音菩薩以及這個文昌帝君，還有這個五財神哈以及這個三官大帝哈。民國71年完整以後哈，本來這個附近都是稻田，對，現在就是很發達了。對，所以說我們這個玉皇大帝哈，還有神龍大帝有保佑哈，真的，可以。讓我們這個地方哈非常的繁榮，也非常的平安哦。今天非常感謝一家之主哈到天義宮來錄製這個節目，謝謝。謝謝主委，謝謝主委，都感謝哦。哇，今天真的很開心，而且主委介紹得很完整呢。還有正經同我們是可以衝的哦。好啦，三下輪呢，主要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分享到係優秀曬嘅一個劉謝玲劉師傅，大家好，歡迎。還有我們非常人道啊，李子龍哈，李師傅。大家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等一下打開來啦，咱個老大家朋友哦，共下來菜上咧哈，今日嘅主題嘅食材老料理係嘛嘅東西。哇，頭乜豆嘛嘅東西咧？頭乜豆漿？大家嚟看看呐，可能係嘛嘅菜色咧。頭乜豆漿啊？還有牛，還有鳳爪，茄子嘛改麼？你聽到茄子肉罐係，好冇？應該炒肉吧。炒肉，今日嘅主題料理是係土肉片。我們知道就是茄汁肉片，沙特好人呢除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，現在看到係風吹嘅呢是葉妹阿婆、劉婷茹姐眾上分享。韓江哦吼，楊子雅安子還有我們凍醬嘅係表姐妹哦，恰性榮到古風金蓮。哇，阿公誒！哇，母女嘛，對不對？表姐妹。今天我們這邊是母女檔看凍醬哎，而且都係苗栗人哈，苗栗人嫁來台中，哎呦，做台中在地人哦，因為係苗栗，他也是苗栗人呢。家鄉下也苗栗人，很歡迎。婷茹姐姐最好是媽媽做的嘛料理。哦，媽媽懂會做東西，我是叫炒米粉。炒米粉，哇！煮飯鹽。煮飯鹽呢？還做粽哎。好做粽哎，大家比賽有信心嗎？有啊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加油！我哋阿片今日冷水吼，今日阿婆吼，未到有時間煮菜哦。哇！你煮多久？15年。15年哦！你大白煮吼，幾多少？年薪300多個，還有那個中午的餐就是100多個。300人呢哦！
300多个人呢哦，哇，我可以听300多年呢。那300多年，应该说3帮让念。哦，您的哈，那这阿婆太年轻了。对，太年轻好啊好了。啊！今天怎么会来参加比赛啊？还有这个表妹，妹妹哈，妹妹穷哈了哦。听说你这边天乙宫也是很熟哦。我是在天乙宫做志工，26岁到现在。哇，那你才做2年呢，你我现在不是就知道他要28？接这个梗。哦，做冇按球啦哈。好啦，今年你28岁哈，那要拿出28岁的青春活力哦，好冇？一流上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马上我哋健康自己講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原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我來踢館呢，我來進行之前呢，先來比賽一下。今年我比馬界，來搞遊戲啊，搞幾個 Q。如何幾個 Q？對，這個是我最弱的一項因為它反應比較慢一點。對，打敗全老給強龍傳到這邊很久。怎麼辦？強龍冇強龍，係強龍。有。好啦，唔怕，今年吼信龍節會讓我加油咧哦。好，剛才金勇健啊，先讓我們 Q 下來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先剪刀沙條布線。來向愛，前面向愛。好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你樣誒。我哋先開始哦，吼。翻鏡頭哦，等下你很幾個 Q，我先比哦。好來，預備，開始。幾個 Q。好，幫我咯，幾個 Q。我贏了拍攝。信龍節唔怕。沒關係，遊戲停啊，哈。而且該踢一個有氧誒。嘿，唔厲害耶。好，等下換來咧哦。好，那我就退了。不行，你要在我旁邊當我最強支柱。加油，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不，來先開始哦，好哈。，先用鏡頭哦。你要出哪一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開始了。幾個 Q？沒關係，平手1比1。一樣嗎？一樣。強龍哦。一樣。哎呦，真的1比1。那只好贏的跟贏的。你們再一次，我不想跟你啊。哎呀，你怕輸換你哦。嗎？換你嗎？你要再跟他一次嗎？我不要讓你好了吧？哦，你比較行。沒有人想跟他比哎呀，啊。婷如姐，你說的不要說的太快了。要。好，跟我 give me five。好。耶！換你，加油。哎，好。哦，你們的腳很強壯哎。真的嗎？哦，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開始哦哈。預備來，幾個 Q。耶！耶，謝謝。英勇為帝，開始比賽啦！英勇為帝。先從他們那邊開始，耶！來比賽了。等下信龍姐會講，哎，等下要切牛片呢，肉片可以還要切啊薄，薄的，泡泡的。要切薄薄的，像外婆買的大薄片一樣用哦。哇，哇，那我直接切手很好夾。切手比較快，對。手切。好啦，靠聽哦，我切牛片哦，還做得完哦，哦，因為等一下體檢改是就來走哦。哦，你們確定好要這樣子咯？哦，我已經問3次了。哎，等一下搞是前哦，我有先打預防針哦。夾夾啦，算時間。好啦，牛片吼，好，哈，太厚了。我即刻撲掉強嘅。盤呢？這樣盤。卡夾安樣呢？幾乜解？佢要劍冇切落去，打抽起來會跳滾圓圓。安樣走對嗎，阿婆？啊，幼稚園都是吃這麼薄哦。哦，幼稚園是安好哦。好，喊我有冇？喊我有冇？哦，全部切得了。啊，還有做安豆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啦！好。切兩種版，不如打給我分。嘿啊，熱豆雪粉。現在是啊，翻1分哦，1分還是好聽。熱粉亭哦，99了。他說差1分也8分啊。哦，他很有愛心真的啊，果然是一都有時間。好，兩下你就做得快哎些。先休息一下，要就做坐定休息一下1分鐘。你們愛得幾個 Q 嘅水數咧？哦，那好，先休息一下哈。好好，哇，婷如哎姐，跳鋪誒，看起來吼，前幾集的節目
你们没有看到说那个明珠姐最强的哦，是那个猪肉。真的哦，这样子，一栋酱肉。对啊，按切它肚也是仔是超的啦。好，但是它切得很好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可以拿去外面卖。哎，东江。婷茹姐还做嘛个条路哎？切得很漂亮了。婷茹姐，你怎么买个条路哎？啊，头不卡。哎呦，贵妇，贵妇，来是讲啊！我跟你说，台中最多贵妇了。来让你讲，来一开始是你该不会住7期吧？哎呦，哦，干妈。不是。来一开始是想讲哦，婷茹姐应该发型哦，那个包脖头，时尚再时尚。可以了。哦，按姿势。阿婆应该还讲嘛该啊？啊，他说我切得很好。 6、加油！三、去加亮灯。 2、快点。 1，时间到。好，慢慢，还有拿点点走。我想切家己的，然后。哎，你做在继续做。好，打几多继分？续切。到钱了。继续切。几两嘛？70呗。 70分。输了。慢，嘿，99到70，还就差别了啊。哦，其实可惜嘞，可惜。哇，很快，阿姨切都给讲哎，跟我们这天壤之别。嘿啊，不是。倒数嘞哦，吼，倒数嘞哦，姑吼。娘这样这样夯哦，还有时间哦。 8、7，哦，那不是抛皮哦。没有，不用急，你们有很多时间。 2、1，好。那一两片做的可惜嘞哦。唔是急，亚洲的要卤味发做的是他们马盖。没给，拿腌肉，对。哦，好。好，腌肉在这边了，不对了，这个放油的。我来放下去啊。好啊，不容易。我婷茹姐，你讲你全都不卡，啊你谁没动台嘞？嘿呀。啊你小孩这么大，那你应该比较少做菜了哈。啊，仲有周本身也是。很好哦。啊，周本身偷油。好，偷油。刚刚点还有。不用洗嘞，我的偷油不用洗嘞。这米酒在这里。米酒有吗？一洗洗嘞。好。好，那你们继续加油。我们等下回来哦，哈，继续加油哦。加油。我先生是不用法务部的调查，不用。法务部调查的长哦。调查他。嘿呀。调查他。你这样讲出来，我不敢站你旁边的。啊，你老公是调查长，啊，你手上又拿刀，这样很恐怖嘞。你香嘛？又不就我很先挑你的。那是什么？别，妈妈吃，我没有什么评分标准，他不准，你还圈动破线。林永静，你喺那邊客家人啊？加高來也係本南區嘅台中人。我是苗栗銅鑼。對，我一堂就像苗栗強誒。老基隆。哦。你係教到台中哦？本來是同一莊。 他来台中做事业，就在台中定居。做嘛个事业吧？不用，我先生是法务部的调查科。不用，法务部调查的长哦。调查他。嘿呀，调查他。你这样讲出来，我不敢站你旁边的。他需要被调查。啊，你老公是调查长，啊，你手上又拿刀，这样很恐怖嘞。哦，猪肉其实超成龙去边哦。就这一炒。 加油，本地會便宜份哈。有。也給黑木產可唔可以靠我用麼？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當多少人哦？金永記，加油哦！加油！等下當可以還給媽調查麻煩。好，你都要很痛。不要調查太深哦，哈。哇哦，你都係用破的哦。嘿，我選得高油哈，我選邊高油。嗯。 哎，总不是，为什么要先狗油啊？啊，高油打炒用高油的方式，佢要用炒的方式。係啊，做乜嘅先狗油？炒肉啊，有高油的，有直接炒的，啊，第二種方式較硬啊。比較嫩。你需要沥油的嗎？比較嫩。啊，自己可能要點嗎？不是，好。哎，這個衛生紙。給我沥油，給我沥油。哦，我還以為你要給徐師傅擦。對，這隻高油好香哦，像炸豬排。 好，哎，伊安用火鍋會發大醬料會較少的東西。要炒外面哈。走對，圈走對。平常時是係到我下龍沙強下停手幫忙哦。嘿，都不卡剛好，我給帶台中來帶，收衣服卡啦，我讓阿媽幫我收。哦。好，看起來他們配合得非常好。係啊。你先過嚟看幾道嘢，表姊妹表現用法。好。哎，我發現到我哋用
嘅 tomato 吼，咩用 tomato 酱系吗？係用 tomato 攞去炒出不它的那个水啊出来。系啦系啦，不错哦。还有加豆腐哎，加料，我加芒果系冇？系靠咩？我加芒果呀嘅。我还看起来个豆腐咩像个那个不是那个中华豆腐那种碎碎的，应该买个豆腐啊。板豆腐，板豆腐，板豆腐，对对。佢哋前講你住幼稚園住15年，嗰時候你退休過後又過去幼稚園煮飯哦。冇。哦，我爱唐工，他们不让你退休呢。对啊，但是就是用他以前身材很好，很漂亮啊，就是一直拿或者有煮那么多年时候，形容直接讲，跳舞的，一条天啊，身材动好，我爱看哦，脸还没动好啊。真嘅，一生年呢就奉献給這些小朋友們，對，做都已經跳鼓嘅呢。係啊，吃完啦。可不年後上上去講嘅，真的，讓他們懂講啊，也跳舞睇嚟，唔怕，哎呦，太搞我勇氣。好，我們先過去看看咯。一下長過來哦。長過來。哇，好乾淨哦。你香嘛？又會做，我先挑你呀，嚟，一下長有問題。哇，那是什麼？別，媽媽吃，我沒有什麼評分標準，他不準。你還全動破血。我看起來 bling bling 誒。吃蜜桃較準。啊，美酒可能佢認為佢油很好多啦，所以看起來凍醬。媽媽講做啲。香油來，佢怎麼表示香油？香油。我講香油。佢講唔好，媽媽講唔好。冇變啊，冇變哈。聽媽媽的話。聽媽媽的話。要不要放着？好來。哦。來裝盤嚟哦！好，我們倒數哦。嘅風吹條做啲冰蛋糕啊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打水出來吃看下體育館地圖奈布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好，呢個體育館呢有個tomato嘅肉片。用家看起來呢做法係冇共用嘅，佢想用哎呦，睇下都先看那個較好嘅時間應該就較容易嘅。然後呢就先對我要出嘅開始來吃看下咯。好。好魚喎，我睇。前天用破嘅，完全冇漂亮。好吃嘛？好吃哦，等暈啊！它有可能係因為老鼠肉。今天阿婆吃到牛排，不然你自告一下。冇啦，呢個。冷凍。好吃。凍燉好。阿婆講好吃。好吃嘛？好吃都講唔出飯來誒。好，唔怕，一下來比較困難，一下就試一下一個。好，要幾多水經典雞啊，到尾嘅。好。好吃。白皮豬啊，好吃的。你看好吃，一條豬尾係嘛？中央好吃。聽露姐吃到嘞。我覺得它的也好吃，它的也好吃。都有媽媽的米頭啦，哈。我這個是比較，它傳統鄉下。它傳統的米頭啦，哈。好，等下英國意難品。因為呢，兩個都是媽媽的味道，真嘅。完全冇強人嘅味道。冇強人米頭，唔過呢。做啲老太家保證就講兩處都非常的好食，接下來就要看師傅去解中醫咯。先請劉雪玲劉師傅搶分數。哦，唔怕，你下李師傅搶分數。嚇？2分，怎麼解？香港佢冇變到鹽啦，冇鹹，鹹咪少少。冇變到鹽嗎？張伯謙，你不要忘記放鹽。冇辣鹹。唔辣鹹啦，哈，一啲啲嘅鹽鹹嘅甜甜，呢片咧要下重米絲呀。有可能係因為阿婆慣啊，煮本成嗰些啦。係啦，你煮本身也是煮慣冇按重米絲呀。有可能啊，哈，李師傅咧。係需要阿婆。前面人家涼片呢都非常有特色，因為涼片嘅做法中有傳統的，都有媽媽的味道。前面係因為講夾片肉啊。它有較多兩個醬汁的。因為是切的人的問題啦，切的好厚啊。切啦，切啦，阿婆。所以叫佢選擇鴉片啊。好，唔怕，唔過用
讲正經嘅，有咩當好食對不對？當好食啦咩正經當好食，啊，等下給全部本色。一半日就是啦，啊是包诶。我们才28岁，他们年纪比较大，我们让他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來看一下咁咩李師傅帶來乜嘅時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種蒲素滷菜。好。你呀嘅廚師嘅呀嘅時個料理呢，觀眾朋友都聽得做哦。今日指定師傅帶來乜嘅料理呢？同媽多醬燉泡菜肉。泡菜。要加嘅客加泡菜落去嘅，老泡菜啊，同媽多醬啲都加泡菜啊，不就跟我剛才那個一樣嗎？也係西式嘅漢堡肉。哦，漢堡肉誒。加上客家人嘅泡菜。好，先來看一下食材有乜嘅。好。要高肉泡菜，嗰日要馬鈴薯，嗰日番薯、tomato豆，嗰係tomato豆醬、洋葱，嗰係要奶油。哦，也係屬於西餐嘅東西，所以要用蘆筍啊、芫荽嘅，嗬，全部都有。我睇芫荽做乜嘅浸水啊？因為芫荽浸水浸咧，佢會較開肉。哦，我較正。好，開始先來滷咯。一開始先留一肉餅落嚟。好。肉餅會自家做哦。嗰個泡菜。嗰啲片啲粉哈。你都有時間嘅時節，要做個肉餅做本身嘅什麼？哦，美酒哦。乜嘅種嘅肉餅是什麼種的？調油。豬肉。係些米酒哈。豬肉。豬肉嘅肉餅啊。鹽巴一點鹽巴。胡椒粉。胡椒粉。胡椒粉。等我開火，我整。可以。開較少啲咩？胡椒粉就紅豆哦。哇！先滷過，佢將泡菜落去先俾滷一下啊，嗬。佢要落去馬殺雞哈。高肉。你佢心情那麼好。哦。哎呀，來捏成橢圓形啊。不要落去剪。有剪個漢堡肉啦，嗬。所以弄成圓形就這樣丟來丟去，橢圓形丟。來，不用來。哇，我輕輕啊嘛。蠻好見，而且個會慢慢的會變成漢堡肉的形狀。哦。你下溫度係最高嘅嗎？哇。哎，它不會是熟的啦，它怎麼會慢慢往下？這一點點怎麼辦？熟的人吃生的。先剝先吃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他喜歡吃生的。你剛剛發總的時候講什麼？幾天沒看到我度日如年。哎呦，都會講咩哦？哇。我真教得好。不用，上色竹筍為陽香乜嘅枕頭 ，A 脹氣爆氣 ，B 呼吸困難。我們先猜拳好不好？好。唔係猜拳。好來。不阿婆樹哦。來用上杜阿婆。用上杜阿婆。哇。它不會是熟的啦，它怎麼會慢慢往下？這一點點怎麼辦？熟的人吃生的。先剝先吃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他喜歡吃生的。哎呀，老爺，假如我剪定佢用那個甜味，我做到油嗰邊，然後用啲油嚟煎一蔬菜。哦。哇。做乜嘅有先要散種啊？也根筋的，要煮較久，較慢熟，所以先剪定啦。它叫我較硬。不同時叫我捉到嘅肉嘅甜味。等下一肉整差唔多，就嚟變過來。哦好。哎呀，一片我來開始炒料誒。李師傅，你做乜嘅會用奶油啊？因為一樣菜我有一樣菜想法創意料理，對，它本身也是西餐嘅漢堡肉一種做法，所以還會沿用西餐的東西，加上客家人的元素，一做不同樣變化。那這個是有鹽的還是無鹽的？這無鹽的。哦，跟我常講話一樣。讓我們無鹽。對。把天都聊死了。聊天都聊死了，對，真的，把天都聊死了，真的。哦，你係乜嘅？姜嘛哈。哦。一般姜嘛要標弄肉幾塊，但是係今日留一姜嘛都要堅肉。打根肉落去煮家己就唔會底部咬起來都是薑的味道。老師給新薑的啊，加老薑。嫩薑。嫩薑。因為一西餐的東西加個薑嘛咪唔好挑錯。好香哦。要不用tomato薑哈。咩？我先講嘢，tomato。哦，tomato 線。一片煮一片剪啊。
国谦，我们有一个协议，好不好？马个协议。等一下，不管谁赢谁输，今年阿婆都可以吃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是说今年阿婆该最资深的该因圈走的没有，只有他而已。哦，好。阿婆，等下已圈走在雪了，无论马莎让马莎输已圈走在雪了哈。你表示跳鱼係臭比條啊？哦，還會跳魚喎。一跳魚係假啦，一般四川唔會搞跳魚啦。一般嘅漢圖的是就加染亭哈。嘿，啊表示頭。哦，你下長병湯。同我攞呢啲炒一下，炒比哇炒比甜條。你说做汉堡肉，我有一个问题耶，你有准备汉堡包哎？汉堡肉烫清楚。汉堡肉。只有汉堡肉。只有汉堡肉而已。没有汉堡。没有汉堡，这就跟我们每次吃很多料理都没有白饭道理是一样。同样的意思。下一次我们出门来录节目，自己要带汉堡皮、吐司跟饭，就是各种精致淀粉。因为不知道制作单位会出什么给我们。哦，你下做嘛嘅？要牛打回过来。哦。李师傅，应该马浪酥啊，然后饭酥啊，做嘛该做按台挑啊，按醋挑啊。很像薯条那样，是不是？比较有口感有点，我现在有点老西餐的元素，比方说一下卡卡菜那种元素，然后要前后的全部标落来。哇！我要吃。安尼煮啊，一般要安尼起落去差不多，再起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，安尼。啊，前面有先装好，当然就打出只摆盘就做得了。哇！哦。哇！漂亮。当简单的摆盘不是这样复杂。冻成木煮诶。哎呦。酱冻酱哦。都不敢煮当简单。哎呀，最好诶。到底下就买问题吗？该下就买个冇看清楚诶。看清楚来。先看清楚来哦。他现在主角要进来哦。好。哇！又变爱累咯。轻轻的把它放。这样子2个人吃哦。等一下我切。这个要一般一定要就差不多3到4人份。没有呢。像西餐那个西餐刀啦。你要用西餐的方式吗？你刚刚发总的谁讲什么？几天没看到我度日如年。哎呦，都会讲的哦。哇！我真教得好。不用，啊，现在在做眉毛是不是？对。啊。人家酱料全部不用上来。对，漂亮。也是那个意大利香料。巴西里。意大利香料。哇！香香的变过来。哇！啊，那边就会稀释的。香料做在变到高用地度的胶强下吗？比较不好，我现在都。我老几早个给肉底部肉个甜味，讲会扑出来香味全部呛脱。哦。我还今天个调试在做2片，有2，一边是中式的红色，一边是西式的红色。哦，所以中式的就会有加演习的啦。那边是中式的，那边是西式的。好。啊，再来就白芝麻粒。你现买。这是中式的哈。来，完成。好，我们端起来。哦。好厉害哦！哇！好，安永就后生了。像什么？有像什么？像我是上的吗？那你的？哇，今天会出马嘅题目。用那种主食的方法呢，可以把呀头麦豆的切红素，较容易把身体吸收哈。A 穿烫 ，B 用油煮锅 ，C 吃家血死好的呀 ，D 俺们唔比。好。好。先来猜拳好吗？先猜拳，等下才有答题权这样子。好，马上会搞剪刀石头布，形容词好不好？好，来剪刀石头布啊！先快些哈，故意挑的世界数嘞，你怕？我们赢在剪刀石头布。好来，来咯，剪刀石头布。
好，我们赢了。慢，先妈他们还要答答案呢？对才有。选 A 是不是？穿烫，哎，有可能不应那个水都被它冲掉啦。很可听哦。好，冇辦法啦，因為佢哋要選 A，我哋要做啲選 B 啦，哦。對。先拿連牌，好，好，好，到底答案係乜嘅呢？答案是 B。哦，你們答對了呢。什麼？ Give me 我都 five，醒 give me 了 five，耶！哇，做乜嘅咧？為什麼？因為要茄紅素哈，佢較容易溶於脂肪之中，所以呢用油去煮呀tomato呢，可以讓人家茄紅素，更加容易呢俾人家消化系統吸收，係咪？哦，哎呦，排泄呢？啊，我學嘅好啦，東西。因為經典記真緊，我要給經典姐吃。哦，可是你有想過我們英妹姐的心情嗎？哎，我想過，所以我們會吃的比較難過，還是要吃。好啦，來先日本啦，來，我要看經典姐吃。他們吃好吃嗎？好吃嗎？經典記用班。有handphone 嗎？有 handphone。經典記、老型勇記全部是醬醬咯。佢嘅用地圖嘅撲出吼，蒜香，我嘅醬甜的，不會有衝突。對，很有層次。對，你很厲害呢，很會講話又很會做菜。當然比你厲害啊！他還推師傅像body 這樣。來換主持，你係主持人哦，來。真的嗎？沒有啦。好啦，第二關加鐵關地度呢，風水呢得到2票哦。故說等下最尾名一關了，男主要加油哦！加油！是來進行最尾名一關的比賽。我係太祖譜。用最不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式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最咁嘅因為特緊張嘅殺亂盤麼？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我都會加油咧。對，最尾名一關咯。等一下打開來哦，等一下你是為啲。兩個我具體嘅食材係乜嘅咯？好，來看一下。打開來咯！哇，好漂亮嘅馬竹筍哦！馬竹筍。哎呀，嘅凍醬誒，阿婆也嘅好冇，馬筍也嘅油醬冇，雙倍有冇長長誒？為什麼佢特別濃啊？喺台中嗰段嘅嘛，一個奶下全嘛。哦，較深的喂。送到嘅啦。好啦，到台中也到位嘅也嘅馬筍吼，講真嘅呢，因為也到位嘅奶肉當好，農民朋友當細心嘅照顧，故從呢也到位嘅產出來嘅馬筍啊，真嘅係上下呢講都有名，香味又當油，水分又當多，含加又當甜哦。係啊，尤其係兩種吼，跟馬竹筍吼，按到這個竹筍界的大哥大。佢係最大嘅種哦。我安泰嘅馬竹筍，今天我們是做沙拉嗎？好誒，好像可以。會做乜嘅呀，李師傅？三杯塔香馬竹筍。哦。做三杯哦。三杯的，太家庭用的做麼？好，還是先請師傅來介紹一下。馬竹筍呢，等下做切滾刀時呢。佢有一鑊水下夾，你哋時間的關係，馬竹筍先切滾刀去燙一下，這樣來切，你嘅薑麻切片的去煸麻油，等下存喺後背煮，你就切架不卡，用乜嘅方式呢來煮？這樣有工人呢？就是做三杯的方式啦，三杯啊，係三杯雞嘅做三杯。好，先來出題目。上色竹筍為影響乜嘅症頭 ？A. 脹氣、爆氣。B. 呼吸困難，頭皮為基礎。我們先猜拳，好不好？好。唔係猜拳。因為不阿婆輸哦。用咗不阿婆。用咗不阿婆。好，等下準備了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！阿婆，你兩個人看下笑容安排。因為輸啊，團長阿婆，阿婆係乜嘅？是也嘅竹筍啊，上色的話，會爆氣，也係頭氣較困難。我先來個，先來個啊，脹氣，爆氣哈，好。脹氣哦哈，哎呀，呼吸困難，看到明珠姐就會緊張，呼吸困難。你選 A，你就會 B 了。係啊，哎呀，
好阿，婆，要糖糊哦哦，。口听答咯。案是哎对，豆浆。有進步的哈，嗯咱就有高啊，都在改。哎，做得解，然後問題咩啊？做得做得，問題係前5年的問題啊，主要的問題係佢演講冇按口路嘅。冇甲我講的，我爸爸打電話來抗議的。阿婆，你做咩做？阿婆，還忙輪動呢？哎，你也第3屆。好，我們等下回來哦，哈。阿婆，你是勢在必行哦，而且很準呢。必須說實在，你有練籃球哦。好阿，婆，要糖糊哦。哦，口聽咯。答案是 B。哈？竹筍呢，底度含有氰酸，愛煮熟，當做得食。喺冇煮熟嘅話，食落肚時去會影響氰酸中毒，而我過敏，我按你呼吸急促，哦。我透氣按你氣急急的啦。哦，跳起較困難啊。嘿嘿，錯。哦都困難個題目嘅呀。這個很難理解。氰酸係嘛個東西我覺得真？的直接吃看看。實驗精神。實驗精神，來新年表演一下實驗呼吸困難的部分。大概就是這樣。不是流浪。哇，真勁啦哈！真勁啊！轉豆腐哈，即刻練習哈！來，觀眾朋友，唔會練習哈。好啊，加油廚師，聽說你有30秒。好，來，今天唔好記你有90秒，等下就來進行比賽咯。加油加油！哇，民主，蠻無喲。好嘞，做對嗎？來邊位，先邊位啊。哎，對，豆漿。哦，讚。好，好，進步很多啊！哈。嗯，進步。有進步的哈，嗯咱就有高都在改，啊。都在改。哎，做得解，然後問題咩啊？做得，問題係前5年的問題啊，主要的問題係佢演講冇按口路嘅。冇甲我講的，我爸爸打電話來抗議的。這小型比較好看。好，試過嘛？滾了哦。過來啊，嗯，過來。你都差唔多嚟，過嚟看一下博千嗰邊。好好，你看博千係。啦，先過嚟嗰邊啦。拜拜。慢慢嚟哦。那切大家可能會跳廚師啊。等一下我切。跟蜜紅冇切落去。有個幼幼嘅啊，對半切咯冇切落去啦。會嗎？是啦，我愛糖你啊，你會讓，滚吧，你會做嘛該做，愛食咯。要跟他你落去講，落博千講。博千一太太，一波聽睇咧。前班，我現在時間會到了哦。8、7、 6、 6、 5、4、 4、 3、 2、 1，博千通得了。金融街了會加燃嗎？把你一起去鹽落去，讓你啲合。誒，你自家加，因為鹽係愛時間嘅。好，誒，阿婆係金融街嘅時間。誒，台灣冇啊。因為愛糖恁講吼，假使會減怕該竹筍會重複哦，做啲加燃啊，加埋東西，就會吸它的那個苦味，是嗎？還是你把苦味吸掉？我沒辦法，再怎麼吸都沒辦法這麼甜。哦，也是啦。來，那有什麼辦法嗎？鹽啲來。阿婆，你做咩做？阿婆，還忙輪動呢？哎，你也第3屆。好，我們等下回來哦，哈。阿婆，你是勢在必行哦。我說你不能做，你就該丟一個東西過來。而且很準呢，必須說實在，你有練籃球哦。好，我們先過來這裡。所以田如姐，你真嘅做四下次嘅開始到兩下都冇去做四個嗎？有做這個，做過嘛該？我這個有開過偏導，做偏導。你看看，我就知道，有好幾把刷子。啊，做過客家的偏導。因為偏凍它會色香味，然後速度沒凍蟲擾誒。做客家的速度較重要啦。嗯，個營養咪同係啦，味神咪同味神啦，色香味都會有。管他誰的喂，好好，別表。現在啊，來參加你比賽，你真的都是高手級耶，臥虎藏龍，真的。高手在民間啊。嗯，那師傅、評審老師會有點壓力的哈，有的時候當然唔夠我俾有壓力。拿牌。管理的，好，我們先過去。
先講你看幾遍好我啦。哋練老啲，仲呢佢來，呢佢來。该不会香菇粉吗？順山真咩？我其實哦，我的这个连调那个高温低温圈走我们得走了。如果我是你们这一边的，我让你做来。可以啦。因为我看到给你阿婆案呢，我实在是不舍得。因为阿婆都 OK，阿都婆自己拿 OK。起锅铲了。对，其他都講做得幾多東方義時咧。工做的哦，對，我就冇做上一張案呢。你這樣你講嘅，我就會叫做對做對，我看到。他現在在那個基督教育九什麼？ 8、基督教7、煮飯6、去哪裡煮飯？基督教食堂。 3、哦。 2、1，時間到，阿婆繼續做。要熱過去哈。可是游泳機拍攝哦，你可能要先停數了哦。阿婆嘅，因為你係阿婆給特權系阿婆嘅，那個辣椒很辣哈。對，太感覺下去啊！只有阿婆不覺得辣而已，阿婆最辣。我不應該辣椒辣多，唔係唔係，因為你自己就很辣了哈。你看，你講起辣多叫。只有阿婆不覺得辣。我很厲害為。什麼？阿婆，你屁股喊做的哦，可以。你屁股功能連我都快受不了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好好。哇，哇，該食凍河呢。真的耶！什麼有臭的？嗯，兩邊都被辣到，你們這邊這邊也有辣哦，妹這。有小辣妹。嗯，哎，謝謝，我不客氣啦。變通咖了嗎？哎，我的酒，你的酒，你是要喝紅酒還是白酒？白酒來。啤酒。還是你要喝 whisky？忘了放酒。哇，他煮菜好優雅。對啊。你有在跳舞對不對？小時候學過。啊，那你該不會係芭蕾？哎，答對了。請進呢。我5歲學的啦你。會幹嘛？啊，你2年前學的哦。啊，有，謝謝。有，真會說話。哦，不過哇，英妹姐你還有遠見呢。問婷如姐還有芭蕾呢。這樣子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了哦。好，你跟那這個洗好了嗎？天熊你看，哦，我就是那麼多才會香。對，這應該一下就好。哦，汁都有收進去哦。對，盤子。哇，哦。好誒，漂亮漂亮，稍微擺盤一下，等一下張都進來嘍。好。好。掉 OK。哎，你們都沒有用廚師幫我，好棒哦。的確呢，你們是沒有要用還是忘記用？廚師幫我。那樣哎，不用幫香豆了，啦，只有大就廚在想做就這樣做就好了。對，就坐着去就好了。順順的做得你就會了。欣榮姐，你是不是常常煮3杯啊？還好，算是蠻習慣啦哈，蠻熟悉啦反。正我家11個人吃飯，對吧？我11個人吃飯，對啊，哇！好，哦，來倒數了，倒數了。6、 5、 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來吃吃看呐，第二關地圖奈布卡張黑眼力的太重譜嘞。好，最杯米一罐流，利用家用口用的竹笋煮出某口的米汤。我们现在从红队开始来吃起喽。好，有辣，不會很辣，入口不會辣，那就按摩吃完才會。吃完喉嚨辣辣。唔該，神秘嘅叫咁凍好。又辣，我喊又香。哎，你來吃吃看南吹的好不好？好吃來看哦吃吃。看，它的甜哈，冬天。嗯，好。堂哥那樣嘅，唔可以自己吃用飯。好吃。好吃。東茶飯，東茶飯。天露姐咧，好食，咁樣呢都冇重樣啊。呢套冇腔樣啊，鹹淡冇腔，唔過做順腔喺動車啦。這一關比較緊張哦，因為係你做葡式自清嘅料理，各家呢有自家嘅想法，然後呢先來談劉師傅搶分數。啊！3分嘞，唔怕。好，等下李師傅搶半分數。
哦，唔错。好，来，谢林师傅唱公平哈。三杯煮要有三杯米丝，三杯米丝煮要用蚝油，唔加用烫到一啲那个麻辣生猛麻辣酱啦，较淡啦。三杯煮要有2只香米，张葱油3杯米丝，排细下阿婆。好，李师傅咧，两家米丝拢都特别有不无同样的感觉啦。啊，我先做片片咧，预备个第一件做顺全部按太低，所以3杯啊，全部东西要有10道米丝，全部有10道米丝，所以我吃到这样失去了。虽然老师爸讲磨鸦片按重米，但是有硬米，茶豆鸦片的呢，所以切得很好哈。切得很好，很好的结局。可以做。今年阿婆动听哦。好啦，今日呢，大家来比赛呢，互相来学习。唔过今日嘅成绩，风水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。今日呢，要恭喜哦，风水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哇！耶！不过吼，咱顺便做得到冻好嘅奖品，我看一下，一下吼，健康蒸煮烧烤锅，也贵锅直接送给你。哎呦，哇1分1吗？ 1分1。哦，1分1喂，啊！ 6三有本的啦。一少一半，一阵拿高一阵拿半。那轮流用啊哈。好。好，很棒。来，先来谈一下谢谢因为今日参加的心得，让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嘛。谢谢大家哈。你只有硬是好嘞啦。然后也给杨洋提供一下今日参加，我紧张嘛，有嘛心得了？2号心得。你知道今日参加了？有什么心得啦？太感动。講，啱啱先啱用人參加嘅咧嗬，今日來我當好講，翻譯嘛，當翻譯。你把過來嘛，謝謝。好了來嘛，我還要幾分啊？我做咗。好，你學咁講係學啦哈。好，謝謝。好，金都姐老太分享一下禮拜參加的心得。今禮拜參加了哈，慶祝帶阿媽來參加新的體驗，哈，因為今次參加錄影，阿媽80歲，哈，所以阿媽咪當我煮菜，所以我呢個嚟表演下，所以我帶佢參加，今日阿媽歡迎，我都歡迎，謝謝大家。真的，董永康，安子生，安子生，謝謝。哎呀，今日凍歡喜啦，就得得到很好嘅獎品。阿婆講一下，對千條講一下，吼。講一下今日參加嘅心得係嘛嘅？伊講你啦吼，參加呢個活動吼，睇嚟恭祝啦，大家都祝你平安啦。哦，大家平安呐！謝謝。哦，阿婆你講最好呢。好。今日呢，看太極間看都派出重量級的選手哦，有開成堂誒，有本身都有做好教主翻本太極室咧，非常希講呢，今年係重量級都是80歲以上的金牌獎的這個線數了，都喺呢節目當中，老太極傾下來交流，係你最歡喜的一件事情。係啊，所以還有馬莎吼，年齡加起來吼，超過100歲哦，還有馬莎到貴婦吼，到伙下，還會出來吼，做本大家看吼，做本大家學咯，全做到咧報名參加啦，好冇？好哦，一家之主等等的出現5咯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下禮拜見，拜拜。